就係深入啲研究一啲科普性嘅嘢啊。咁啊，俾咗個主題俾我咧，就係想研究下咩叫做 Wi， 咩叫做呢一個咧，就係Web3 同埋 Web4 個分別係點樣？咁我就順帶咧就一個時候咧作少少嘅係呢個資料嘅探索啦。咁同大家咧今日嘅時光咧係同大家分享下呢一個咧就係 Web 呢一樣嘢啊，呢個叫做互聯網網絡嘅進展啊、沿革啊嗰方面當故事咁同大家咧就係講下係分享下佢哋本身嚟個沿革喺科網時代係啦，2000年 around 啦嚇，1997、98、2000年、2001年、2002年係啦，到而家接近咧2030，佢嗰個沿革嘅進展咧係點樣進展啊？作為一個故事式嘅引述，同大家咧分享下嗰個係歷史先啊，同埋咧就係每一個年代咧個迭代咧，經過咧就5年至8年度咧就成為一個迭代。咁所以咧喺圍繞住咧呢一度咧20至30年間嘅時候咧，就進展到由呢個 Web 咧係1.0嘅版本咧，係進展到而家咧就係我哋稱之為 Web 4.0啊，一路迭代係啦，5至8年度就係更新一代嘅啦。咁話慢唔慢，話快唔快啊？因為呢個好大嘅工程嚟嘅，係用幾年嘅時間去迭代咧，佢呢一個咧係鋭變咧都係需要嘅啊。因為好多嘢咧本身嚟講嘅時候咧係需要物理性啊，同埋咧就呢一個咧係科技性啊，不停嘅2足至3足嘅一個平排定走，互相咧呢個引領咧，需要發展到今時今日嘅。OK 啊，好啦，咁我哋講呢一個 Web 1.0咧，回顧翻嘅時候咧，如果你係 around 2000年啊，即係2000年嘅時候回顧翻嗰陣時，你用啲咩個溝通嘅係用具啊，個 tools 啊，記唔記得係 BB 機啊？又記唔記得係水壺啊？即係大哥大啦。又記唔記得你嗰啲係呢一個機仔係本身嚟講嘅時候佢嘅功能啊？當時咧就一般嘅溝通嘅工具咧係我哋咧只能夠用文字，係你寫字俾人哋收到，係啦，寫信息俾人哋收到，用呢一個咧就有時又好無時又好，係人哋收到嘅時候咧咁嚟做呢個傳輸啊。我哋只能夠用文字咧去傳達我哋嘅意念，同埋我哋嗰個咧係感情，係啦。咁你可以寫好長嘅一啲嘢都得嘅，係啦，係文字性嘅。咁文字性嘅顯現咧可能係有 email 或者喺熒光幕上喺個手機仔，係啦。咁變成嘅情況嘅時候咧，咁樣去做表達嘅啫。因為整體性咧個係 1.0 咧，都圍繞住咧係2000年到2005年咧，都係咧用一啲叫做係文字嘅溝通，係啦。咁你電腦都係嘅，電腦嘅傳輸咧，亦都係咧係喺 Internet 上面嘅時候，都係用呢一個咧就網頁係用文字式嘅一提一問，係啦。咁大家互相咧就傳達嘅意念嘅一個信息嘅啫啊。咁呢個整體性嘅發展咧，去到咧2005年度咧，就有一個係大躍進啦。當時可以講係大躍進啦。所以大躍進者嘅情形嘅時候咧，咁咧就唔係單止咧就係研究到用文字傳輸，我哋可以用咧聲音傳輸，甚至乎咧可以用咧圖片傳輸，係啦。後期咧就係一路迭代咧，就發展上去嘅時候咧，就用呢個影畫係咧影片去做傳輸。咁呢啲咁嘅傳輸嘅媒體同埋媒介咧，係當時咧就係咧我哋啲手機咧都跟住呢個時代嘅進展嘅時候咧，係利用呢一個咧就係電話線啊，或者係本身嚟講嘅時候咧，當時都即係啱啱電話爐咁一光纖入屋嘅，係啦，就將咧就呢一個信息咧就係咧係用有線咧傳遞，又或者用無線傳遞嘅時候咧就係用嗰個 WiFi， 用嗰個 WiFi 嗰陣時候咧，當時咧亦都係好 junior 嘅，係啦，有2.0嘅版本啊，咁咧用無線嘅波頻，某個波頻我哋傳輸一啲咧就係文字居多，係啦，
咁咧就影畫或者係影像嗰啲咧都係後期啊，一路調一路上去可以做到嘅嚇。咁到第三期啦，第三期嘅時候咧 ，around 咧就係2001、2013、4度咁上下啦嚇。咁變咗嘅時候咧，由於大量嘅係即係外國啊、美國啊，或者係呢個歐洲啊，係啦嘅發展啊，喺呢個電信上面嘅發展咧，一日千里係啦。當時有幾大嘅巨頭啊，係出現咗好似係 Meta 啊、Google 啊，係啦 YouTube 啊嗰啲咁樣嘅機構嘅出現，咁變成咧就將呢一個咧就係社交媒體係啦，社交媒體咧大力去推動喺2.0當中嘅時候嘅尾期咧，大力去推動到咧就係所有人咧都係會用到啲咁樣嘅 media 咧作為我哋溝通嘅一個係媒體啊，係啦，係利用聲啊、利用畫啊、利用音訊啊、利用影片啊等等各方面咧係大家去做傳輸啊，OK 啊，咁啊乘住咧就喺呢個豐安網絡係啦，呢一個 G2 啊、G3 啊又發展到 G3，咁變成嘅情形嘅時候咧，除咗用呢一個咧有線傳輸之外咧，就會有呢個無線嘅傳輸，亦都係可以咧將呢個係2.0嘅尾期啊大力嘅推廣喺社交媒體上面啊 ，OK， 搞到最出色嘅就係當時係呢一個咧就係呢個 Meta 啦，即係 Facebook 啦嚇，冇人喺嗰個階段未俾佢洗過禮㗎啦 ，IG 啊係呢一個 Facebook 啊。後期佢買咗呢個 YouTube 啊，做影片啦，係啦，呢個好經典啦嚇，喺嗰個階段嗰個年代啊，咁嗰個年代咧就咁經典底嘅時候咧，就當一樣嘢好風行啊，去到一個極端咧，就會揀有另外一批人咧，就係做一個反潮流嘅。當時咧呢個咧就2.0咧，全部都主張咧就係呢一個咧係中心化嘅。所謂中心化咧，就係所有你做嗰個嘢咧，必然係俾嗰個機構咧就係管控住，佢有個生死操殺、生死大權啊！即使你係一個 creator 創作者，你創作出嚟嘅時候咧，俾咗佢咧，版權就俾咗佢噶啦，你就冇份嘅。咁所以變咗個情形嘅時候咧，好多人都因此為呢個詬病，係啦，就群起而攻之，就咁樣係唔啱嘅咁樣啊！咁啊，當時咧就喺一個2015-16年度咧，有另外一種新嘅技術咧，又乘勢崛起啊！咁當時咧就係呢一個咧就係嗰個 Bitcoin 嗰個支付咧呢一個咩本聰啊係啦，就呢一個咧係出世，咁咧就呢一個情況嘅時候咧就創造一個 Bitcoin 出嚟啊嚇！咁啊 Bitcoin 嘅時候咧行咧當時都唔係行呢一個咧就 blockchain 啊，咁咧嗰種技術咧。blockchain 嘅技術咧就會喺嗰個階段嗰個時代咧就橫空出世啦。咁啊有 blockchain 嘅時候咧就係做一種反潮流，反潮流嘅所有個信息嘅 data 咧係傳輸出去嘅話咧就有一個咧就係個人保管權，嗰個係掌控權係啦，就係全部寫晒喺呢一個 blockchain 上面，係透明化同埋有得跟進嘅係獨一無二啊等等各方面。咁呢個咧就係屬於咧就係劃時代開始，就 Web 3.0嘅開始 ，OK 啊？咁呢個係亦係2.0嘅潮流咧，而係呢一個咧就係互相係對壘嘅好似而家本身嚟講發展 AI 一樣，係有人主張咧就呢一個係開源，有人主張係閉源啊，咁啊就始終而家咧開源都係勝過即係打贏過呢個閉源啦。最早嘅時候咧，個個都係用閉源咧，呢個寶庫本身嚟講嘅時候，我點可以同你分享咧嚇 ？OK，佢係一個創造財富一種係信息或者資產嚟㗎嘛嚇。咁而家時候個個都採用呢一個咧就係閉源嚇。最早呢一個 GPT 啊，呢一個係嘅出世都係用閉源嘅形式嘅。咁後期咧發覺咧就係閉源咧就冇開源做得咁好啦嚇。咁啊，最成功嘅例子咧，就係我哋中國國內嘅呢個橫空出世嘅係呢個 DeepSeek 啦嚇，佢係採用呢個開源嘅 model。原來開源嘅時候咧，就引咗一班咧就係同好
係佢哋互相之間嘅情形嘅時候，互相咧就抵係同互相咧分享啊，呢個變成一個叫共享經濟啦，係啦。咁咧就一個時候咧達到一個咧就係咧喺互相咧去補位，互相去引發一啲新嘅創意啊，係啦。咁所以呢個年代嘅時候，一個創意年代，科技咧係單憑創意咧先走到咁前先，咁前咁呢一個咧係前瞻性嘅啊。咁呢個開源咧就幫咗一把啦啊。咁就開源有開源嘅好啦，時代嘅需要啊，呢個潮流係不可逆退啦。咁閉源亦都有閉源嘅好嘅，但係已經係時代嘅係前邊啦，嗰個潮流咧已經走咗喺後邊嚟㗎啦啊！咁所以變咗嘅時候咧，慢慢咧就係上到嚟呢一個咧，我哋現時啊，我哋所講嘅叫做咧就係 Web 4.0啊！咁啊，除咗用呢個開源閉源咧作為一個分水嶺之外咧，咁我哋仲會咧就係慢慢講下咧，會有呢一個咧就係功能上嘅不同，佢點樣劃分咧咁樣啊？亦都有按住咧就係實際嘅需要咧而作出一個咧就不同階段嘅判斷啊。咁你好似我咁講喺1.0嘅時候咧就係單純文字，咁人嘅成長同埋人嘅歷史嘅嗰個前進啊，咁啊有要求噶嘛，人啊有要求嘅時候自然會揾一啲咧就係創造一啲新事物去滿足，係啦。文字唔夠啊嘛，唔夠嘅時候於是乎咪用呢個聲音咯。係啦，聲音度嘅時候又唔夠咧，要係聲色味俱全啊嘛。咁於是乎咧就進軍咗去2.0啦啊。咁啊就用技術同埋用個理想創造咗出呢個咁樣嘅使用。咁啊創得咁辛苦嘅時候咧，嗰時啲人咧就冇咁深，冇咁呢一個咧就係廣闊噶嘛。咁啊變咗情形嘅時候，我創造啲嘢嘅時候就賣我版權啊，賣我嘅係呢一個係即係嗰個獨家啊。咁好似咗一首歌成咧，一世都有版稅咁樣啊！咁個個咧用閉源嘅方式，只要你係創造咗一條咧成功方程式出嚟嘅時候咧，你就抱住一世都收版稅啦啊！咁後期咧，亦都咧就係即係經唔起時代嘅意念嘅大家互相嘅衝擊啦啊！咁慢慢咧就係又 develop 都上去呢一個咧就係去中心化嗰個領域。啊，即係逆向而行啦！啊，因為 Web 2.0咧就中心化啊嘛，就中央管理啊嘛，中央控制啊嘛。咁好多係哲學上或者係呢一個咧意識形態上咧就好唔 like 呢樣嘢嘅，係啦，等於咧就係乜乜主義咁樣，各人有一套。咁慢慢嘅世界潮流咧就係站咗喺呢一個咧就係去中心化呢個領域上面。咁所以咧就係引導到有去中心化嘅一啲新事物、新技術同埋新創造啦出現啦。其中最大嘅創造就係話呢一個咧就係 FinTech 啦，又或者係呢個 Bitcoin 啦，又或者咧本身嚟講嘅時候咧 DeFi 啊，係啦，或者係 DAO 啊嗰啲啦嚇，即係去中心化選舉啊等等個方面啊。咁咧就一個時代嘅需要啊，慢慢develop出嚟一紮咁嘅嘢 ，OK 啊。咁呢紮即係develop出嚟嘅時候咧，又經過時代嘅洗禮，有啲係等洗，有啲係唔等洗。咁啊，有啲唔等洗就做唔起啦，好似 NFT 嗰啲就做唔起啦嚇。經過一輪嘅風尚之後嘅時候咧，就借翻落嚟啦嚇。而家去中心化金融咧，咁咧慢慢咧就係保留翻佢個神髓啦，又唔可以就擴展到係呢一個咧 globally 嘅咁樣嚇，咁而家又搞到係呢一個即係個 approach 又搞到去咧就係呢一個咧係呢一個世界性嘅呢一個穩定幣啊嗰啲咁嘅嘢啦嚇，咁變成嘅情況嘅時候咧係不停咁樣 develop 嘅，都係喺呢個3.0啊呢一個咁樣嘅舞台上面去發揮嘅嚇，咁3.0嘅舞台上發揮咧唔夠用啦。唔夠用，我去到4.0啦。4.0嘅發揮咧就炒埋一碟，將咧就2.0、3.0再去創新嘅時候咧就係咧喺呢一個變成4.0，因為咧就3.0同埋2.0都有去過短處嘅，咁於是4.0咧就係咧就捕捉晒短處，然後改善佢短處。
咁好多咧就係咧係譬如你喺溝通上邊，喺個傳輸上邊咧會有啲盲點，有啲係窒位，有啲速度上嘅問題，有啲係解釋演繹唔到嘅，係喺呢個咧就係物理空間上面演繹唔到嘅事物。OK 啊，咁變咗我咧就會調咗落咗好多咧就係不同嘅工具啦。咁啊，譬如話咧就 VR、AR 嗰啲啦，戴眼鏡啊，去探視一種即係具體現場嘅嘢，然後傳輸一個咧就係一個咧 exactly 嘅影像俾對方。咁呢個咧就係又要引用咗工具啦啊！咁呢個就4.0啦。4.0咧就係好似而家我哋話要 develop AI 啦，一啲咧就係機械人啊。機械人嘅時候咧就係你令到佢能夠情緒同你協調，同真人協調，又或者做家務上面咧能夠仔細地咧有條理去作一個咧現場信息萬變嗰個反應咧，咁全部咧都有需要咧呢一個咧就係算力啊！呢個算力咧就係有好多隻嘅，你唔係淨係中央算力就可以做到啊！咁變成嘅時候咧，呢個咧就 Web 4.0咧就係可以指揮呢啲算力咧去呢一個咧達到呢個效果啊！即係臨場反應啊！咁咧就因為呢個叫邊緣算力啊！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喺咁樣嘅情況嘅需要嘅發展底下嘅時候咧，我哋咧就即係慢慢變成咧就係呢個 Web 4.0呢個咁樣嘅係導向啦。OK 啊，咁啊有咁樣嘅需要就要咁樣嘅製作啦啊。OK， 即係有人睇就有人呢一個咧會做噶啦啊。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定律嚟嘅啊，喺市場上嘅定律。咁大家都知道啦嚇，講到呢度嘅時候，大家都好明白係啦。咁咧就 Web 係咩回事係啦？咁咧就點樣嘅嚴格，點樣嘅發展，同埋點樣嘅應用，有啲咩地方應用到嘅啊？我哋今晚咧都會分幾個層次咧，去逐點同大家分享嘅。咁我開講之前嘅時候咧，我咧就呢個時候咧就個人用我經驗同大家交流咗先啦嚇。咁啊跟住嘅情形嘅時候咧，交流咗之後咧，咁可能咧有啲係智慧高少少嘅，一聽就明啦。但係有啲文化族啊，或者係本身嚟講即係年紀細啲嘅，未必明係咩回事。唔緊要，你提出問題，我會喺 comment 嗰度咧就作答，或者陣間都會抽幾條問題咧都作答下大家。嗰個咧就係即係嗰啲問題啊。咁啊，大家長下智慧 OK 啊。今日可能係啲嘢咧係有少少即係呢個係理論性嘅。咁啊，大家亦都靜心聽下啊。咁變成一陣間我哋有30片嘅幻燈片咧，都係講解下呢個 Web 嘅3.0、4.0，大家個分別係點樣分別嘅啊？咁大家靜待咧喺呢一個時候咧，慢慢仔細啲聽啊。係啦，如果係聽唔明嘅，就再重睇下。咁啊有文字啊，同埋有聲音咧，跟住我講解咧，咁你都會係較為明白嘅啊。OK 啊，咁你慢慢做啊。好，咁講到呢度嘅時候咧，就係停一停，係啦，做少少嘅呼籲先，係啦。咁如果大家覺得咧，就本身嚟講咧，你 Philip Sir 咧係所講嘅各套片集咧都係受益嘅話咧。咁啊，即係話呢一個本身嚟講嘅時候咧，講得好話咧，請你哋咧呢一個嘅時候咧就高抬貴手，係啊，做下 subscribe，係啦，增強我嗰個咧就係廣播嗰個閱讀者嘅量數嚇，同埋咧俾啲 like 或者係俾啲 comment 互相交流下，教學相長嚇。咁啊就好希望咧呢一個時候咧就係得到你嘅支持嚇。咁啊呢一個時候或者係進入我哋嘅會員。係啦，我哋開通咗一個會員部嘅，你可以咧就係進入會員嘅時候咧，喺會員有一定期嘅呢啲講座咧，或者定期嘅分享咧，我哋都會咧陸續會辦嘅啊。咁啊就我會講咧，一路講咧，都係即係會圍繞住咧 A、B、C、D 4大類嘅 topic 咧，同大家咧去交流噶啦嚇。咁啊，之前咧講咗好多集咧，有關乎呢一個咧就無線有線嘅傳播 router 啊。同埋咧就呢個保安啊，就呢個係 de-hacking 嘅嘢，慢慢會調一粒上去咧，就會講下 data 啦，啲數據又黃金啊，
係啦，孫力亦都係黃金啊。咁啊，數據係點樣掌握咧？係啦，咁變咗嘅時候咧，就係咧係掌握到之後嘅時候咧，點樣去將佢演化變成係有用嘅數據啊？同埋點樣咧就呢一個時候咧係令住佢可以生產出有個生產力咧咁樣啊？咁我都會開始咧慢慢向呢個 approach 呢個方向咧去講一啲出嚟嘅啊。咁啊，再教大家用數據點樣去做呢個 application 啊？點樣運作喺事務上啊、市場上啊、喺投資上啊、喺做生意上啊，同埋咧喺一個分析上啊咁樣啊。咁不停咧，每一週都會有一個主題同大家分享嘅，係啦。咁咧就慢慢大家留意下 ，OK 啊。好，講到呢度嘅時候咧，我咧停一停飲啖水先。咁咧就大家咧就係或者稍待1-2分鐘啊。咁咧就呢一個時候咧係再翻嚟嘅時候咧，我飲啖水之後嘅時候再睇 PPT 就開始係有條理咧去講係今日嘅 Web 3.0同埋4.0嘅分別啦。OK 啊。